还打算大半夜做饭？这是我们新婚第一餐，我希望吃点好吃的来纪念一下。我突然困了，你自己吃吧，记得吃完啊，早点睡。好的。这是我们新婚第一餐，我希望吃点好吃的来纪念一下。浪费是可耻的，你既然吃不完，那我就帮你吧。晚安。走。走。结婚协议，这是根据咱们之前商定的，达成了几项定制的协议。我在后面呢又补充了同居守则：在家不许大声喧哗，11点后不许发出声音，不许养尖嘴类的动物，不许在家吃食物味道过重的东西。如果发生了矛盾呢，不许砸东西，不许打人，不许捶玻璃，不许发出呀的大叫。家里的水电气费一切开销都由我来负责，但公平起见呢，所有的家务都需要你来做。客厅、厨房、洗手间这些公共区域不准穿太暴露的衣服。卧室属于私人领域，而私人领域呢是最神圣且不可侵犯的。所以呢，如果有人犯规，要受到惩罚。什么惩罚？惩罚是什么？我还没有想好。哎，等你犯规了再说吧。啊，对了，再加一条，进洗手间必须要关门。我能不能提一个要求？说。你已经负责所有的开销，我可不可以负责做饭？以后我们能不能一起吃饭？不行，我妈说过了，你根本不会做饭，我不能连吃饭这种事儿还要委屈自己。如果你没有什么异议的话，那就签字吧。好了 ，Cheers。